2025年5月生活聖言，讓我們告訴耶穌，我們愛他。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。耶穌自死亡中復活了，他的朋友們再次見到他，真的是太高興了。雖然他並不是長期與他們在一起，門徒們卻經常聚在一起。有一天，他們在湖邊捕魚，卻什麼都沒捕到。岸上有人向他們叫道：把網撒在船的另一邊。他們就照這樣做了。網裏全都是魚。就在那時，他們認出了那個人就是耶穌。西滿伯多祿先跳入水中游上岸，直到耶穌身邊，其他人就劃船跟在後邊。食完飯後，耶穌問西滿伯多祿：你愛我嗎？他回答：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。事實上，耶穌相信伯多祿的愛，所以請他在自己升天後照顧好他的百姓。菲律賓瑞吉納就有這樣的經驗。課間休息後，同學陸續走進課室，有些人仍然在討論剛剛在操場上發生的事。原來在遊戲中，幾個同學發生了爭執，而瑞吉納也捲入其中。老師給每一個同學一份作業。之前和瑞吉納爭執過的同學問他：你能借給我一支筆嗎？瑞吉納並沒有回答，因為經過那場爭執後很不開心，所以不再想理會他了。其他同學也這樣做了，沒有人願意幫助他。瑞吉納意識到這個同學沒有筆就無法完成功課，心想這個同學身上有耶穌，於是他給了這位同學一支筆，並感到十分高興能夠愛他。